最后那个拍落泪的。拍子，给我签名哦，拜拜。五小五哥。耶！主题曲，经典的。好久没有这个情景了。我也十几年没看过这个。好的。自己 repeat 很可爱。可以拆开来看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其实是我们给他们的情书，不是他们。Dear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绝对不忘词。我们会，你说真实生活吗？这样就是有的意思了。不是，他在数数量，现在数数量。你在数几次是吧？好，下一题。已经回答完了，他的回答在笑声当中。OK， 很清楚嘛，好，这答案。哎，我冒汗了。我有参加过你当时的那个一代女皇的签名会，但是太热。太热，然后排队的人又太多，我就放弃了。那在走回家路上，我就掉着眼泪，默默想，总有一天我要进入演艺圈。哦。跟别演员合作是否都不是那么重要啊？就希望可以跟潘迎紫合作。那就是无枉我这么努力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潘迎紫小姐一起义演。虽然我是义演，但是也是无怨无尤啊。难怪谢导演给我看你的照片，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。哎呦！签名会最后面那个人，最后那个拍落泪的。拍子，给我签名哦，拜拜。就被警卫架开来了。到后来只有得到神雕的签名。难怪他没得到小龙女的签名。昨天在唱神雕的歌。